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半夜2、3點爬起身，諗住睇場精彩嘅比賽、歐聯比賽之類啦，酒又開咗，零食又準備埋，預備迎接一場精彩嘅賽事。點知場波打咗幾分鐘，現場直播信號突然就冇試過啊！咁睇 UFC 321一場 main event 就幫到你啦。大家好，打邊爐嘅時間。第一次光臨本頻道嘅朋友，大家好啊！打邊爐係一個以廣東話為主嘅綜合格鬥頻道，為各位帶嚟包括 UFC 等嘅 MMA 賽事資訊精華、選手們奇人奇事同埋其他花邊新聞嘅。打住邊爐咁輕輕鬆鬆，同大家回顧翻拳拳到肉嘅八角籠動態。每次比賽之後，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短片邊爐短打，唔使1分鐘，快速同你重溫比賽嘅要點。如果覺得呢個頻道啱你口味嘅，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最好就係 subscribe 埋我哋打邊爐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你啦。唔講咁多，開波打邊爐啦！話說同啲師兄師姐吹開水先發現，原來有啲收睇打邊爐嘅朋友係初入手睇 MMA 㗎，有好多賽事規則都仲未掌握晒。有見及此，由本集開始，我哋盡量一集一個邊爐冷知識，同大家分享下一啲 MMA 嘅規則或者專門術語㗎。今集講嘅就係比賽時間啦。初代嘅 MMA 比賽接近冇規範嘅，各位大佬中意打幾耐都得，只要對方投降就 OK 㗎啦。試過一場賽事可以 non-stop 打足超過半粒鐘嘅，但係自從2000年初美國開始引入 Unified Rules of Mixed Martial Art， 成件事就有譜好多啦。當中比賽嘅時間都規範咗。以 UFC 為例，一般嚟講，每場比賽打3個回合，每個回合打5分鐘，回合與回合之間有1分鐘休息。當然啦，如果賽事中途有 finish， 即係出現啲 KO 啊、TKO 啊、submission 啊，又或者醫護啊、拳證啊要終止賽事嗰陣，賽事就立即完場收工啦。但係如果嗰場賽事係主賽事 main event， 又或者係冠軍戰 championship contest，比賽時間就會增加至打5個回合，每個回合照舊打5分鐘，回合與回合之間依然有1分鐘休息㗎。好似 UFC 321嗰場 co-main event 咁，由於兩位阿姐係爭緊個草量級冠軍頭銜，比賽過程又冇出現 finish， 咁就辛苦兩個靚女打足5回合25分鐘等判定啦。不過有啲 MMA 比賽會因應參賽者嘅資歷喺比賽時間上作出調整㗎，例如日本嘅收鬥賽事，如果係打業餘級別，一般比賽時間就會縮短到2回合，每回合3分鐘，中間照舊1分鐘休息。如果嗰場係 Tournament Final， 2回合過後又冇 finish， 比分又打和，就會加時打多一個2分鐘嘅 extra round， 分出勝負。當然當中仲有好多比賽時間嘅組合，詳情請自己上去官網度睇返啦。所以各位師兄師姐，如果報名打 MMA 比賽，記住望清楚大會規則，睇下要打幾耐啊！等咗成年望穿秋水，諗住睇下 Tom Aspinall 點樣喺阿布達比衛冕佢條冠軍腰帶，點知就俾 Ciryl Gane 左手一探變咗插眼 ，Main Event 變 No Contest， 認真冇眼睇啦。對於雙方嚟講，呢個都可以話係雙輸嘅局面嘅。先講 Ciryl Gane， 本來第一回合打得好地地，唔選擇同靚佬湯硬碰，反而不斷遊走打遊擊，偷雞中到1拳半腳又遊走過，仲已經打到靚佬湯爆咗個鼻。第一回合贏點數可以話10拿9穩，點知就係呢一探，靚佬湯就更加唔使講。餓咗成年有多，終於有得打，點知第一回合臨尾咁樣俾人插到認一認，中指就插到入晒右眼，食指就插埋隻左眼，2隻眼中晒，睇唔到嘢，仲要痛到入心入肺，點打啊？據說靚佬湯話當刻唔係睇唔到嘢蒙查查咁簡單，係直頭有一段時間漆黑一片啊！如果唔係呢一探，喺呢度先幫靚佬湯報個平安先。截稿時間嘅一刻，靚佬湯已經喺當地醫院做咗啲檢查同埋初步治療，但係話雙眼視力都仲未完全康復晒啊！
當地幫佢治療雙眼嘅醫生都話好彩冇再打落去咋，對眼傷成咁，再打就太危險啦。靚佬 Tom 之後就會飛返英國做進一步嘅檢查同埋需要嘅治療。正所謂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㗎嘛。呢一下世紀一探，咁就探走咗場 main event 啦。有啲名宿就出嚟話靚佬 Tom 太易放棄啦。作為一個冠軍，就算得一隻眼睇到嘢，都要打埋落去。問題係靚佬 Tom 係兩隻眼都睇唔到嘢嘛，唔通用到第三隻眼作賽？前任重量級骨頭哥 Jon Jones 就仲串嘴，立即喺社交平台轉咗個頭像做隻大眼咒嘅鴨，真係乜水都俾你抽乾啦！就連白老闆喺賽後記招都語帶相關咁話，靚佬 Tom 睇到定睇唔到嘢，得佢先知啫喎。哇，唔使咁啊嘛！反而咁多個評論，我就最認同因為打拳得返一隻眼睇到嘢嘅 Michael Bisping 啦。首先，佢都覺得呢次事件應該都係意外嚟嘅啫。問題係 Unified Rules 話到明，手指向前指住對手對眼就係犯規，但手指向天掌心對住對手對眼呢，就話冇事喎。呢個咁荒謬嘅設定，咪造成啲人彈出彈入，遊走喺犯規嘅灰色地帶咯。另一個有份撐靚佬 Tom 嘅就係蜜糖哥 Sean O'Malley 啦。佢認為今次插眼係一個illegal foul嚟，俾人合法打中隻眼就冇得怨啫。靚佬 Tom 當刻係俾人非法插晒雙眼，睇都睇唔到嘢喎。佢絕對有權叫停唔打㗎噃。我個人都認為今次呢個插眼 Zero 哥就應該冇心嘅，佢諗住度個距離，左手向前探，不過就探得個手勢差，咁啱就插到應一應啫。不過佢犯規啲前科又太多，個畫面同時間又真係樣衰得滯啫。靚佬 Tom 亦唔似驚自己會輸，先堅持示意 I can't see。話說小弟細個打波嗰陣都俾人唔小心插個眼，結果痛到甩肺，受傷嗰隻眼全日都打唔開，望唔到嘢，仲全日流眼水，要到第二日先望得返正常咋。而靚佬 Tom 今次唔係一隻中喎，係一孖喎，睇佢連落車都有問題，仲叫佢打？唔係啩？各位師兄師姐又點睇呢次插眼事件呢？埋嚟留言傾下偈啊！除咗呢場冇眼睇嘅重量級冠軍戰，其實10月份都仲有幾場精彩刺激又富話題性嘅賽事嘅，就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回顧一下先。先嚟到係當晚 UFC 321嘅比賽 Co-Main Event 女子重量級冠軍戰，兩位巴西英雌 Weili Jandiroba 同 Mackenzie Dern 上演咗5回合高水平嘅立技大戰。Weili 融合到拳擊同埋 takedown 嘅打法，多次成功帶咗Dern姐落地下，而Dern姐嘅拳擊技術都大幅提升啊！左右直拳硬碰硬都多次得手，就算落喺下位都會繼續用 Hammer Fist 攻擊 Weili。呢場咁緊湊嘅賽事，亦反映咗喺3位裁判嘅比分嗰度。最後裁判比分，兩位比48比47，一位比49比46，一致判定 Mackenzie Dern 勝出，新任冠軍又誕生啦。跟住到10月18日嘅 UFC Vancouver 中量級嘅 Reinier de Ridder 第2回合開始唔知做乜，諗住用柔術下位進攻，結果俾對手 Brendan Allen 喺上位暴打咗3個回合。最後第4回合完結 ，RDR 嘅教練見 RDR 傷勢太重啦，主動叫停賽事 ，Allen 爆冷勝出。問題係大家公認最有機會衝擊中量級冠軍 Khamzat Chimaev 嘅 RDR 咁樣中途落馬法，到底嚟緊仲有乜嘢人可以挑戰狼王嘅冠軍寶座啊？最後數返10月11日嘅 UFC Rio 主場出擊嘅輕量級名將拉哥 Charles Oliveira 喺第2回合中段一個後頸鎖成功降服對手 Gamrot 獲勝。賽後拉哥竟然話想揾 BMF 壞蛋掌門人腰帶嘅持有者愛好天佑嘅 Max Holloway 爭條 BMF 腰帶。須知道拉哥講過，到佢想喺 UFC 退役嗰陣，就係要衝擊呢個壞蛋掌門人寶座。唔通35歲嘅拉哥真係諗住退休？反觀 Max Holloway 7月中先喺場壞蛋掌門人爭奪戰送走咗前輩鑽石 Dustin Poirier 榮休。
如果拉哥同 Max 打完之後又話退休，咁 Max 咪真係做咗 UFC 嘅榮休代言人？以上3場賽事嘅回顧同埋幕後花邊新聞，唔知大家又有乜嘢想講呢？齊齊留言吹下水啦！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 hit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有你哋嘅支持，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我哋下次見。